喺今日5月17日嘅賽事第5場4班田草1200米係一場屬於直播嘅場合。點解呢場屬於直播？如果你去第5場十里馬嗰度睇，你會見到呢場嘅短途賽有兩匹嘅放頭馬，兩匹嘅放頭馬都係真正嘅同程十里馬，一匹就係非凡時刻上仗大勝3個身位，第二匹就係鼓浪好友，係咪前仗輸半個身位，亦都係做到正嘅時間指數嘅。咁即係話呢場放頭馬唔多，而呢兩匹係得呢兩匹，即係話呢兩匹放頭馬都一定要噶啦。OK， 因為佢哋係放頭，1200米係你放頭嘅。其次就係你內檔末段識得加速嘅馬匹，係咪？咁如果睇同程嘅十里馬嗱，內檔就有一匹側身馬排4檔嘅潘頓騎嘅巴比精啦。佢末段亦都係具備強勁嘅加速力，排內檔。咁即係話呢匹馬亦都係要啦，兩匹嘅放頭馬同埋排內檔嘅，跟住你會見到同程嘅十里馬就冇其他嘅啦。咁仲有一匹排中檔嘅，咁利高霸斗啦，佢由於上兩仗呢匹馬都係可以做真正嘅同程十里馬，而且排中檔都唔係太差，因此呢匹嘅利高霸斗亦都必須要埋嘅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3、5、7啦，係咪要啦？同埋呢匹嘅2鼓浪好友，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呢4匹馬係一個唔錯嘅直播組合，即係2、3、5、7。點解？因為2、3、5、7入邊有兩匹係冷門鼓浪好友20倍，非凡時刻11倍，兩匹嘅放頭馬都係冷門。跟住呢匹嘅巴比精同埋呢匹嘅利高霸斗，亦都唔係大熱門。咁即係話4匹馬有兩冷兩熱，咁呢個互村組合係屬於直播嘅組合。OK。